大家好，呢個係軟式籃球，而家教大家做少少熱身動作。咁呢個運動呢，我哋其實係可以喺屋企同親子啊、父母啊或者長者一齊去做嘅。咁我而家教大家做個熱身運動，每一組嘅動作8至12下就 OK 啦。好，我哋第一個動作，手一個籃球向前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第二個動作我哋試下將個籃球左右墊下膊頭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第三個動作我哋試下壓住個籃球，即係心口，我哋試下用埋條腰噶咯喎，開始我哋左右嘅，1，記得翻返嚟中間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我哋第四個動作咧，我哋試下喐埋隻腳喎，我哋將個籃球向前遞開少少，盡量靠近個膝頭哥，我哋試下提高隻腳啦。動作係咁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跟住我哋第6個動作咧，我哋試下手腳一齊去做咯喎。我哋將個籃球舉高，隻腳雙腳向前伸出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跟住我哋試下最尾個動作，我哋試下拍波咯喎，兩邊，我哋用雙手就可以啦。我哋試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呢啲熱身運動已經做完啦。